香港特區嘅地位梗係重要過河南啦，你諗啦諗係咪？咁所以咧，其實佢係升官嘅。好啦，佢做咗國務院港澳辦嘅副主任之後咧，實際上都係調任啊，即係你嚟講咧，接替鄭雁雄咧，其實嗰個手影都幾明顯，就係佢就係目的就係要接鄭雁雄嘅呢個叫做咧爛攤子。鄭雁雄有咩爛攤子啊？香港搞到一鑊粥，大家知嘅咧，你估中央唔知咩？係咪？嗱，所以咧，我就咁睇佢嗰個升遷嗰個履歷咧嚇，好大機會佢咧就收李家超皮。嗱，當然唔會委任佢做特首嘅，因為咧香港啊，佢哋唔多唔少都要做下戲，係嘛？因為咧有更加多選擇做特首。不過咧，由佢做中聯辦主任，李家超嘅級數顯得太低啦。所以咧，李家超嗰啲叫做咩咧？嗰啲叫做臭屎啊！佢會幫手問。好啦，咁啊，所以咧，我覺得喐李家超嘅機會咧又大咗，甚至乎就係由佢咧係負責出面啊，就係斬殺李家超啊，咁啊頒布點樣委任啊各方面咧，就係由佢呢邊咧就做嘢嘅。